锵锵，我来了！有寿烟的男主皮皮，貔貅天路驾到，嘿嘿，欢迎大家来观看有寿烟动画，大家来看我哦！哎呀，总算收拾完了。哎呀妈呀，给我干哪儿去了这是？你好啊，兄弟，听说你这嘎提供剃草服务是不？你是山神协会介绍来的吧？下次记得预约哟。咋的？我就过来剃个毛，还得预约呀？我要提前在院子里边喷除草剂嘛。哎呀妈呀，好长时间没这么爽快了。哦，这山神口音可够重的。嘿，既然你帮我剃了草，那咱就是哥们儿啊！以后这座山头我好使，知道不？山神居于群山之中，是守护大山的神明。那个，我叫小山雀，彩云山的新任山神。欢迎！山雀之前在东北盘活了好几座荒山，因为业绩突出就被调到这儿了。我是这片管事儿的大发，接下来我简单说两句。有关于山林复苏5年计划、预防山火的建设性流程，以及点对点山神培训活动，接下来我展开讲讲啊。这帮人带紧了，医保都得欠费了。哈哈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啊！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，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，家家团圆会儿啊，少的给老的拜年儿齐活，咱这腿脚就是麻利儿。哎，啥味儿啊？哎呀，又焦了。干哈呢？你看这烟浓的，放火烧山，牢底坐穿，你知不道啊？啊，谁啊？这是新来的山神。你看，我们这是在户外烧烤，没打算放火。哪儿不能烧烤啊？非得搁山里整啊？万一要是失火呢？那酱汁碱心都是清的，保不齐我编织都给我干没了。再说了，这肉让你给烤的，这不糟践东西吗？上炉开撒小盐粒儿，烤到冒烟儿小个个，冒油孜然辣椒面儿，一吃一个那贼入味儿。不愧是可东北来的呀。那可不，咱这手艺我跟你说，哎，别闹，哎，你拿吃去。干哈？你老捅咕我！山雀呀，带头烧烤，不怕山火呀？有寿小剧场。本集中去找四不像剃毛的是什么神呢？山神、猫神、花神。回答错误，你不能看他像猫就选猫神呐。正确答案是山神，新来的彩云山山神。山神是中国古代神话中掌管山岳的神灵。早在《山海经》中就有多处对山神的记载，例如雀山山系的山神都是鸟身龙首，荆山山系的山神都是雉身人首等。此外，一些地方还详细介绍了祭祀山神的器物，
例如，祭祀太行山至无缝山的山神，都要用优质稻米和未经火烹调的食物。